我哋今日繼續探討下強者同埋弱者嘅分別，係嘛？強者同弱者最根本嘅分別究竟係乜嘢？弱者咧永遠咧都係等運到，等人去發現自己，等人去發掘，等到時機成熟，等呢等路，係嘛？其實就係怕自己未夠班，未夠料，係嘛？但係強者唔同啦，係主動出擊，主動為自己創造價值，係嘛？隨時待命啊，主動出擊嘅。首先第一咧，機會嘅邏輯，機會嘅邏輯，咩機會嘅邏輯咧？弱者就係等機會，強者係製造機會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偏向對於嗰啲敢出手、敢發聲，係嘛？姿態強硬、願意曝光嘅人，仲要話嘛，壞印象咧都好過冇印象。邊個俾人睇得見咧？邊個就掌握咗話語權，係嘛？邊個搶佔咗舞台嘅中心咧，先可以享受到呢個舞台嘅燈光。千祈唔好有一個錯覺，就係話以為自己有足夠嘅努力啦，最緊要咧肯努力，係嘛？足夠嘅優秀咧就一定會俾人睇到，俾人睇得見。錯，呢個邏輯根本係唔對等。好多弱者咧唔係唔想贏，而係一直不停話要準備，係嘛？不停嘅學嘢，不停嘅準備十幾廿年都未做過一樣嘢，等自己再成熟再穩陣，等100%嘅安全先至做行動，咁啊死！所以骨子裏邊呢，只係一個怕咩啊？怕自己唔夠班，怕失敗，最後呢，就係變咗個拖字訣啦，同埋逃避，不停嘅學習，不停嘅搜集資料，同埋呢係永遠都係零行動冇行動嘅。所以世界上呢，永遠啊唔存在咩叫完全成熟。係咪啊？穩贏嘅時機係冇嘅，根本就弱者睇到嘅機會，會覺得咧趨勢會慢慢嘅發酵，係嘛？遲早咧係嘛就會輪到自己噶啦。強者唔係，強者睇嘅機會係點噶？清楚機會咧就係咩啊？一稍縱即逝，一陣就冇噶啦，遲一步就冇噶啦，遲一步就錯過。所以一味等待咧，只會親手將機會扼殺咗。首先要知道咧係咩？底層嘅弱者咧就係被動去等機會，中層嘅普通人咧主動去揾機會，頂層嘅強者就係冇機會都要自己製造機會，主動係發出信號，係嘛？吸引資源埋身，呢個先係咩重要嘅。所以強者搶先機會嘅3大嘅特質係咩咧？第一，主動發射信號吸引資源，係嘛？唔好喺度默默耕耘唔出聲，可以默默耕耘，但一定要出聲。等人發掘係弱者嘅思維，要學識自我推廣 self promotion， 係嘛？幫自己賣廣告，幫自己打廣告，係嘛？隨時隨地為自己搭建呢個舞台，見工啊，做生意啊，同人交流，每一個場合都係一個舞台。你要把握每一個機會幫自己賣廣告，唔好猶豫去話應唔應該分享自己嘅諗法啊，行動去檢視自己最好嘅方式，行動就係檢視自己最好嘅方式。係嘛？亦都係最快獲得反饋 feedback， 係嘛？你要做一塊磁石，主動嘅去釋放呢啲信號，吸引啲資源埋嚟。第二，持續嘅去輸出啲咩啊？建立自己嘅價值，呢個標籤，俾人去標籤咩？標籤你咧？你想人哋點樣睇你啊？你想人哋點標籤咧？成個吸引目光之後，一定咧要持續啊去釋放呢咁嘅價值，令到大家一提起某一樣嘢就喺第一時間就諗起你，唔係需要咧好大規模話好大，但定位一定要清晰，要穩定，係嘛？揀一個你願意長期深耕呢個咁嘅價值標籤，係嘛？定時定候嘅去曝光，係嘛？建立大眾大家對你嘅一個好呢個咁嘅印象係穩固嘅。第三，關鍵嘅時刻先要搶先機會攻擊，要出擊。資源咧係從來都唔係平均分配噶。唔好以為係平均分配，大多數咧都係集中喺啲核心嘅 group、核心嘅人群嗰度。要學識咧就係關鍵時刻、關鍵嘅人群。當呢個市場呢個趨勢仲未普及，係嘛？其他人仲未察過嘅時候咧，就要捕捉呢個需求，鎖定目標嘅人群，率先入局。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嘛，天即係時機啦，地即係目標人群，人即係你行動啦，你自己你要行動，搶先機。主動出擊，係嘛？第二，強者必備嘅，係嘛？
一樣嘢係好緊要嘅，就係自我營銷嘅能力。我哋喺下一集繼續講。